最美貌的女人都在呢，有眼光。是的，哎，真的，小哥，进去玩玩吧。今天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来了。啊，不去不去，你不进去多可惜呀！来都来了，不用。看到好玩的，我包你满意。不满意，你啐我这老脸。来吧，哎呀，来吧。哎呀，进去吧。走。大家把酒都满上喝呀！快喝呀！来，小江河，我上去了。来，客官，客官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们万花楼的姑娘那是我跟你说，最待会儿拔尖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话，个个别总是一副哭丧，知道吗？莲香嘛，客官你，莲香，恩公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恩公，我爹把你给的钱又输光了，然后100两帮我卖到了杏花楼。喂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能不能把他放了？你说什么？放了他？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他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代表我们杏花楼来万花楼选花魁的。我要放了他，谁来代表我们杏花楼扬名赚钱呢？那你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放了？怎么，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？不对呀，这莲香还是一个厨，怎么可能和你是老相好呢？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，我就问你，多少钱你才能放了他？口气不小嘛！哎，你真想赎他呀？开价吧。行，你要是真想赎他，给我500两就够了。500两？怎么？没钱是吧？没钱那就少扮英雄救美。你这种人，老娘我见多了。让开，让开！哎，别妨碍我们选花魁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莲香呢是又年轻又漂亮，一旦选上了花魁呀，这身价一定倍增。到时候你想赎她的话，那至少1000两了。走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没钱赎人，能不能换人？换人？什么意思啊？用我换他。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呀，我差点走了眼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个厨啊，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厨。好，你要换她是吧？我答应你。你是女的，姐姐你还是走吧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别说话，莲香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我们走吧。你这个人呀，太神秘了，我可得小心一点。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放他，不过啊，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，我再放了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走吧，换装去。看好他，走。姐姐，来呀！刚刚易欢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，也没什么别的路了，肯定是进这万花楼了。主子，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，那老祖宗知道了，非打奴才一顿不可。此事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？可是，行了，别啰嗦，进去。哎呀，是，守着点啊，别动啊！都在这好好等着。哥。哦。
呀呀呀呀呀！丫头啊丫头，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呐！啊，这比去年的花魁呀还美上1倍呢！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长脸，一定要把12花楼的花魁给我拿下来。但是妈妈，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这花给摘了？这花太多了，我戴着难受。不行。那个欢姑娘，只有这身衣服啊，跟这个头饰啊，才最配你嘛！走，其他候选人都到了，就差你了，快点！到你了，就差你了。成了，你等会儿。你是哪个花楼的姑娘？会不会走路啊？对不起啊。今天全城12大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，花魁比赛正式开始。主子，不好，龙小弟追来，这下麻烦了。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，是谁呀？西域姑娘出场。这个丫头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啊！是啊，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。是啊。各位客官，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，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。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，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。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，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。好，各位客官，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多谢这位客官捧场。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。你投不投给我，我都是花魁。各位客官，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，结果是……还用我数吗？不用数啦！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，杏花楼的欢姑
姑娘。现在由上一届的花魁西域姑娘与本届的候选人欢姑娘进行歌舞比试，谁得的鲜花最多，谁就是本届万花楼的花魁。快点，别慌。这位客官，可否借一下你的宝剑？你又想干啥？要你管，借不借？如果你要是不借的话，那我就去找别的客官借了。这，多谢客官。各位客官，看得开心吗？开心！现在开始投花选花魁。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。两位姑娘花盘里的花一样多，按规矩呀，两位都是今年的花魁。我宣布，今年的花魁是欢姑娘和西域姑娘。慢着！我这儿还有一朵花没投呢。这人是谁？难道我给西域姑娘多数花作弊被他看出来了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刚刚你怎么不投啊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现在投也来得及啊。那你这花儿打算投给谁呀？花儿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
哇！西域姑娘花坛里的花比欢姑娘多上一朵，所以今年的花魁还是西域姑娘。哎呀，今年的花魁，西域姑娘。错，欢姑娘也是今年的花魁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儿也有一朵花眉头，他们现在2个人的红花都一样，所以2个人都是今年的花魁。对对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今年的花魁呀，是我们杏花楼的欢姑娘。王妈妈，我出3000两，包下欢姑娘的初夜。可以啊，贾老板，不过你得先把钱给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贾老板够有钱的嘛？那是自然，我爹是直隶首富。把蓝香给我放了。姐姐，你为了我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。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还是走吧。莲香，姐姐已经帮你赎身了，你拿着这些钱离开你的赌鬼弟弟，跟你娘去个好地方过日子吧。可是我……哎，不许再说了，如果你再说的话，姐姐该生气了。快走吧，走啊！您真是有眼光啊！原来你忙活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救这个莲香姑娘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得了失心疯啊？那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你又迟到啊！昨晚战绩如何啊？幸不如使命，我呀，把前晚输的连本带利都讨回来了，你的一半。哎呦，不错呀！哎呀，还好你给我钱，最近正急着用钱呢。老大，这皇宫里边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皇宫里啊，处处得用得上钱。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，那老大我就惨了。昨天怎么了？皇上不是早早的就睡了吗？哼，那个小皇帝啊，色狼得很，怎么可能啊？得亏啊，我哥哥给了我一条进过蒙汗药的丝巾，我偷偷带在身上，进入了寝殿，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。要不然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！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哥哥还有李公公那2个净室房的太监都是死罪。嘘，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，就你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不许跟别人说。老大，你不应该告诉我，陷我于两难。如果我跟皇上说了，那就是对你不义；如果不说，那就是对皇上不忠。我又不是去害皇上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哎，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出卖我啊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义了啊！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任性妄为了。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你好话，你有几个脑袋也早就掉干净了。好了，那我不也是一样吗？如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听鳌拜的话要入宫呢？虽然我武功不高，但是我轻功可以，我可以逃跑吧？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？行，就冲着老大对我这份情谊啊，我说什么也要在紫禁城里面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咱俩可说好了，
你可不能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保不住你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挺怕死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连累我的龙小弟呢？还是老大够意思。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。嘿嘿。老大，这2个晚上和皇上相处下来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这小皇帝嘛，有点风流，有点色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对我吧，也挺宽容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酒品跟毒品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一个人，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都好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皇上。要是皇上听到了，肯定会觉得很有趣儿。啊，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耶！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。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。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，李公公。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。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都给我精神着点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。哎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标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英奇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历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应奇，让他说出永历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长江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姑娘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丝巾。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你
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3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
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，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？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，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祸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舒介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
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千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索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。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
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作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，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，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哟，
懿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哼，懿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忆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懿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懿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懿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懿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，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她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她的。谢谢厉贵人啊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一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偏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，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李公公，李公公安好。你是那个太医院新来的李太医吧？正是，卑职乃陕西榆林人士，刚入太医院不久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正是。听公公的口音，也是陕西人吧？哼，咱家也是陕西榆林人士啊，入宫几10年了，没想到在宫中还碰到了老乡。看来卑职跟公公还真是有缘，不仅是同姓，还是同乡呢。不知公公老家在榆林何处啊？咱家在榆林皂角村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卑职老家也在榆林皂角村。哦，公公家里都有何人呢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咱家进宫已经3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家乡闹兵祸，我的家人都被张献忠的部下给杀死了。卑职不小心触及了公公的伤心事，实在是抱歉。无妨无妨。李太医，你是咱家在这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乡，又都姓李，这说起来，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。你放心吧，咱家日后一定会多多照应你的。多谢公公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
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